NASA 哦，喺美国第一届迄个登月阿波罗13号，我说人类吼第一届去月球吼，用的应用的电脑，我讲哦，你即马你的智慧型的手表吼，迄计算的能力比迄登月电脑更加厉害。所以表示啥物？你有人想讲哇吼，原来我的手表嘛当去月球啊，吼嘛当算算嘛我都去月球。所以这表示啥物？你愈来愈侪 AI 的功能，拢会入去，毋来即摆可能伫 data center。哦，你看 GPU 的，你看伊的其实咱头仔讲什么 A100啦、H100啊，有即摆同新的，今年较出来 GB200迄种哦，即摆拢伫 data center， 迄种是什么冷气啦，嘿，迄个是水冷啦，哦，嘿，但是愈来愈吼，这种边缘运算，因为晶片的迄个摩尔定律继续进步吼，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胜率吼，会愈来愈小，愈来体积愈来愈少，会当入去。譬如讲，咱的手机啊，咱的手表，咱的目镜，所以这个时阵吼，资源就足重要的哦。因为你想看卖吼，你看你的手表，啊，未来佫有 AI 的功能。你看迄个手表，即摆智慧手表内面哦，有你的有可能知影你的心跳咧，你的位置，你 GPS 嘛有，啊，以后含 AI 拢有哦。所以吼，咱讲迄个。治安偌重要，袂当用 DeepSeek 的原因，你想看，你问 DeepSeek 吼，比如讲你下载了后，你问伊，你会当甲我讲，什么是64无？啊，厉害啊！因为 DeepSeek 伊的使用规范内面，甲你讲哦，伊会甲你记录你所有的 information。你问啥物问题？500，你问过6次，啊，你害啊你！啊，伊第二项，佫甲你讲吼。伊全部的信息会送去伊的伺服器伫中国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看你黄平，咱可能在座可能无人敢去中国袂要紧，但是你若有啥物亲戚朋友啊，伊讲啊好耍啦，反正我登录来看嘛，问看，哎，你的事是啥物？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？台湾的国旗是啥物？啊，系啊，你可能感觉伊好耍哦。这信息全部拢会送咱登去中国。你若有一天，你感觉讲啊，我也无讲，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我就问就马老师啊，你对不对？迄看起来就乌的啊嘿！啊，我感觉我无做啥物代想我中国以后掠起来。啊，你有人看伊啊，你早问过64啊，台湾是毋是这个国家？你问这种问题，无要掠你，问你掠啥物啦？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